美國 Transparent Audio 出產嘅發燒級線材，響世界各地咧一直深受用家嘅推崇。而今次波仔咧就挑選咗幾款價錢定位相對親民嘅愛好者系列，同大家分享佢哋嘅製作精髓。第一款要介紹嘅 Transparent Audio 線材產品就係 Link RCA 模擬信號線。佢選用精密繞製嘅 OFHC 多股式純銅導體，堅固耐用嘅 RCA 鍍金插頭，確保最佳信號傳輸。至於佢嘅線身咧，就配備咗出廠前根據長度進行微調嘅校聲模組。第二款波仔將要介紹嘅 Music Link，屬於 Transparent Audio 其中一款長期保持極佳銷量嘅模擬信號線產品。採用直徑較粗嘅 OFHC 多股式純銅導體，柔軟嘅線身同樣配備廠方專利研發嘅校聲模組。至於第三款 Music Link Balance 平衡信號線，佢採用嘅 OFHC 導體質量基本上同先前介紹嘅 RCA 版本係一樣嘅，最大分別就係佢採用咗全平衡架構。因此，導體同埋絕緣塑槽嘅用量都會比 RCA 版本多出1倍。介紹完信號線之後呢，波仔就再為大家介紹 Transparent Audio 同樣深受世界各地用家歡迎嘅入門級喇叭線產品。第一款上場嘅 Wave 喇叭線，選用 OFHC 多股式純銅導體，線身除咗裝有校聲模組，仲會提供鍍金 Y 型或者香蕉型接駁插座可供選購，塑造最佳嘅信號傳輸效果。身價略高一線嘅 Music Wave 喇叭線，佢嘅線身結構同 Wave 喇叭線大致相同，不過導體股數就有所增加。線身亦都配備咗出廠前預先經過微調嘅校聲模組。無論 Wave 定係 Music Wave，都係響 Transparent Audio 位於美國緬因州嘅總廠製造，生產質量必定有所保證。最後一款採用透明膠盒包裝、價錢至實惠嘅 Hardwire 喇叭線，選用14號規格 OFC 無酸銅導體，雙絞式結構，有助抵消噪音。Hardwire 喇叭線同樣配備高質量鍍金香蕉型接駁插頭可供選購。如果大家對波仔今次介紹嘅 Transparent Audio 入門級線材產品有興趣，歡迎親臨尖沙咀 Hi-Fi Gallery 影音科技選購。多謝大家支持，下次見。